你有冇試過揸部波子997，冷氣開大風啲，出風槽噴出老化粉碎嘅格爾海綿，甩到成身成面都係。屋企停車位長期成地油漬，部車唔係漏機油就係食機油。仲有玻璃窗開關失靈，車頭蓋開關失靈，天窗開關失靈，尾翼升降失靈。如果你部997想整備到有氣有力、精神爽利、乾淨企理嘅理想狀態，咁邊啲項目要盡快處理？邊啲項目推薦做？邊啲項目可做可不做？第一 ，IMS 續成發卡，公認嘅997頭號殺手。初期表現係發動機時不時輕微抖動，怠速運轉有輕微異響，嚴重嘅情況係會導致正時跳齒、氣門撞擊活塞、引擎直接損壞。IMS 續成失效係瞬間毀滅性嘅，徵兆好輕微，影響好麻煩，強烈建議進行預防性維修，升級改良型嘅 IMS 續成。第二，漏油，尤其係氣門室蓋墊同埋曲軸後油封。初期表現係地面見到有滴機油，發動機艙有少少臭油味，再嚴重就係儀表直接提示油量過低，要補充足夠機油先可以繼續行駛。最直接嘅解決方案係一次性翻新引擎，更換老化密封件，清洗積碳及油污。呢個問題要保持關注油量，盡快處理，避免長期機油不足造成發動機機件磨損。第三，水泵同冷卻系統故障。初期故障表現係發動機溫度上升快，冷卻亦有輕微滲漏，再嚴重就係發動機過熱，引發水溫報警。解決方案係更換原廠高品質水泵，一併檢查水箱、水管並進行更換。呢個問題需要盡快處理。引擎長期過熱可能會導致缸體氣缸蓋變形。第四，2005到2008年嘅997.1手自一體變速箱，90%嘅故障都喺電控閥體或者係檔位開關。故障表現係換擋頓挫、冇倒檔、報故障碼，進入維修模式。電子呢啲嘢唔似機械嘢咁襟用，好難講得清幾時壞幾時唔壞，故障率都幾高㗎。但係好彩唔使打散大修變速箱。第五，2009到2012年嘅997.2 PDK 變速箱，大多數係檔位傳感器故障。故障現象係儀表着燈直接進入維修模式，只能低速行駛，冇倒檔。維修方案係更換新嘅檔位傳感器。第一，後懸掛襯套及球頭老化開裂。初期表現係轉向過彎或過不平路面時有異響，方向盤有虛位。解決方案係更換擺臂、球頭或連桿。長時間忽視呢個問題會導致定位參數失效，影響部車跑偏、食胎。第二，引擎裡面嘅開爐及火嘴老化。初期表現係引擎間中抖動、怠速唔穩。解決方案係更換新嘅點火線圈同火花塞。呢個問題可以稍遲處理，但係一直唔整會導致發動機失火，動力明顯下降。第三，電油泵噴油嘴堵塞。初期表現係高轉速踩油門唔跟腳，低速怠速波動明顯。解決方案係清洗或更換噴油嘴，更換燃油泵濾芯。呢個問題可以延後處理，屬於維護項目。如果一直唔整嘅話，引擎可能會難以啟動，動力明顯下降。第四，天窗或敞篷機構開關緩慢或異響。解決方案係潤滑、調整或更換天窗電機及導軌，檢查維修敞篷機構電機。呢個問題可以延後處理。嚟唔切整嘅話，落大雨之前最好停喺室內啦。第一，電動座椅及電動車窗故障。初期表現係座椅調節有卡掣，玻璃窗升降速度慢或間中停頓。最壞結果係座椅無法調節，玻璃窗完全升降唔到。解決方案常見係更換摩打電機。第二，車機信息娛樂系統老化。初期表現係觸摸屏反應慢、藍牙或導航偶爾不穩定。解決方案係直接更換新款多媒體車機。第三，冷氣出風口噴黑色海綿粉末。解決方案分經濟實惠同徹底解決兩種。經濟方案係冷氣開最大風，加埋強力風窗，將外圍粉碎嘅海綿吹晒出嚟。而徹底解決要拆空儀表台，徹底清除舊海綿，全部換晒新嘅海綿。保時捷997係911嘅經典車型。
整體穩重可靠。講咁多問題都係因為車齡老化引起嘅。衷心希望各位997車主喺睇到我哋嘅視頻之後，可以喺用車嘅過程中做到心中有數，遇到問題嘅時候可以選擇更優嘅解決方案。亦都希望有計劃成為997車主嘅波子迷，可以揀到自己心儀嘅愛車，為日後嘅整備計劃做好提前預備。